搁较无3个月就要选总统咯，立法院早起来审查中选会委员的人事动议权案，因为中选会委员现部欠一个，另外阁有4位到后个月任期嘛满咯，所以行政院是提名5个人选，也毋过其中一个人选，内政部现任的商务处长邱昌岳，是去互周刊翕到，甲已经结婚的秘书共入共出，这个私德的问题引起争议。 总统大选逼近，负责选举的中选会委员有一个亏，同时有4个届满。行政院8月份提出5个人选，包括东吴大学教授黄秀端、内政部处长邱昌岳、高雄大学的教授陈月端、政大副教授林超奇，加成大副教授王志成。其中邱昌岳引起争议，去年已经结婚的这个邱昌岳，被人翕到甲内政部时期的秘书。 伤过亲密，私德问题又搁互人提出来讲。过去的绯闻的情况，他根本不适任作为内政部的次长，更不要谈说还要兼任中协会的委员。私人的问题，互人提出来讲，邱昌岳嘛有话要讲。民意报道跟事实实在是差距太大，那根本不是实情。我的答案就是如此，没有的事情就是没有，那个根本都不是实情，所以长官才能谅解。另外，东吴大学教授黄秀端，捌做过民进党廉政委员的身份，嘛互拿赢立委积极讲有政党的色彩。黄秀端是表示讲，郝龙斌做台北市长的时，伊嘛捌做过台北市廉政委员，并无加入任何的政党，嘛希望讲拿赢唔通调工打标签。